南無阿彌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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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無阿彌陀佛。欲消世間七災難，應念南無阿彌陀佛。人生一世，舉凡貧窮、疾病、中夭、災難、惡緣、逆境，甚至一切是非成敗、恩怨情仇等苦，究其根源，一言以蔽之，即是業深障重，福薄為淺。然而一句眉頭，即是無量壽，亦是無量光。以無量壽故，念佛之人能夠得到增福延壽之果報；以無量光故，念佛之人能夠得消業虛偽之利益。所謂念佛一聲，罪滅河沙；禮佛一拜，福增無量。故得業消慧能，壯盡福崇，逢凶化吉，遇難尋常。因此貧窮念佛，能逢貴人相扶，獲得溫飽；病人念佛，能夠補助醫藥，早日康復。
若以因果病、業障病，則醫藥絕無後果。唯有念佛，念佛則消業，消業則病愈，念佛則退鬼，鬼退則免難。何況念佛能夠化解冤鬼，度脫冤親。古德言：欲消世間七災難，應念南無阿彌陀佛。念佛功德無邊，凡求子嗣，延壽命，醫疾病，解災難，取功名，安家宅，謀職業，益資財，甚至解冤釋結，戰親悼亡，都可以念佛為之，無需要夾雜其他行法。台灣常常有大地震、大颱風等等天災地變，好似921大地震，100年罕見，死傷慘烈，如是災厄隨時發生，難以預料，令人不安。若常念佛，都能夠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脫離共業，身獨免難。其他如水災、火災、旱災、空難、海難、車禍、盜賊、刀兵、瘟疫等等天災人禍，若常念佛，亦皆能免。所謂行船跑馬生風險，故外出乘騎都應念佛，可保平安，免除災難。何況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若轉禍為福，趨吉避凶，只管念佛。念佛簡易圓頓，方法最簡，後果最快，功德最高。念佛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後速。念佛既獲現世安穩，亦得臨終往生。唔單止自己蒙福，亦令到家人受惠。念佛方便中嘅方便，直接中嘅直接，簡單中嘅簡單，易行中嘅最易行，人人可行，人人可證。念佛人，鬼神不能害，蜀王不敢招。念佛人有40里光明足身，魔不能犯。念佛人，阿彌陀佛常駐其頂，日夜擁護，不令冤家而得其變。現世常得安穩，臨終任運往生。無量壽經言：佛所有理，國邑憂罪，微不蒙化，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雨時堆麗不起，國豐民安，兵戈無用，崇德興仁，無收禮讓。